各位亲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什么日子？欢喜的日子，衰礼的日子，礼拜日。你知影咱古早人伫咧讲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过来咧礼拜。你知影古早人就知影这样代志呢？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拢无用，大人教育的温书去做工。大家人尽伊的责任，每一个人尽他的责任。无论在家里，无论在一个公司，无论在社会，大家人拢照伊的财情、照伊的责任去做代志。做了，到最后一天，迄个叫做什么日啦？礼拜日。礼拜日，咱来去全家来去游览，来去佚佗，来困到饱，是毋是？毋是，礼拜日是出来做礼拜的日。今天你来了就对了。今天是什么日子？礼拜几？礼拜日。所以今天就是要来做礼拜的日子。会记得哈，后摆会记得哈。OK， 我过来，请咱注意一项。50岁以上的请举手，50岁以上的。好，70岁以上的请举手，70岁，70岁以上的。OK， 我来问咱一项，以前咱的拆蜡日啦，一日一张，这个叫做日历，对不对？在迄个日历的时代，礼拜天在哪？在放在头前还是刻伫后壁？在迄个拆日子的时间，礼拜天都是放在最后，对不？你今麦看你的手表，看你的手机，礼拜天放在哪一天？第一天。到底礼拜天是一个星期7天的最后一天，还是一个星期第一天？第一天。以前汉文化无受基督教影响以前，礼拜天是刻伫上后壁。虽然是礼拜日，敢有咧休困？70岁以上的人，恁礼拜日敢有咧休困？无。那迄个年代，我拢看我的老母，对拜一做到拜六，做到礼拜，对下早起5点起来，做到暗时。我做囡仔的时代，12点了要去睡觉了，我妈妈还在外顶他妈伫咧阴草。当我还是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母亲睡觉，除了她感冒，除了她生病。我小时候没有看到我母亲睡觉过，你知道吗？因为我起来的时候，厨房早的早餐她已经都做好了。我要去睡觉的时候，母亲还在忙着，在庭院、前院、后院还在忙着。我没有看到我母亲睡觉过。这是我60几岁的人的经验。我不知道，假如是70岁以上的人，你有没有看到你母亲睡觉？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困甲伊的囝，有一寡囝从来真少看到妈妈起来做准备早餐，因为妈妈都睡得好。OK， 好了，我要说的是，今天是一个快乐的礼拜天，快乐的什么天？礼拜天，礼拜日。所以你今天真正的礼拜天来这里做礼拜就对了，你已经成为一个照这个时辰伫咧过日子的人。OK， 今仔咱有真侪好朋友伫遮，咱很欢喜的心要来参加这里。有一些人他们要受洗，我告诉你，假如你是亲人的话，我要为你高兴。你家里这一个人今天来受洗了，以后他会对你更好还是更坏？
来这里受洗过的人，未来他的人生会更好还是更坏？更好。他会对你更温存，对你更有体谅。但是你不要，请你拒绝你要拒绝一件事情，排除一件事情。你不当讲，你已经是基督徒啊，你已经受洗了，为什么今天对我那么凶？我告诉你，人还是有情绪啊，知不知？人还是有情绪啊，哈。我若看到我迄个若有我的亲人甲我讲，你是牧师，你太会安尼歹，我心里舒不舒服？不舒服。你要常常这样鼓励他，谢谢你。但是我会努力，请你也继续努力，因为你是基督徒，要比我更有耐心，比我更有爱心，比我更不要那么快发脾气，对不对？因为基督徒从洗礼之后的他会越变越好，是哪变哪好。OK， 今天真的很高兴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在这里。那我们今天会唱的几首歌，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好吗？来，咱来看354首，354首。你知影咱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是直直拢讲台湾话的教会哈，咱伫咧保持咱的祖先的文化伫这个遮有台语，遮嘛有华语所以你就照着你习惯的语言，安尼好无？所以面顶是台语下骹是华语等下我举麦克风，我唱台语你做你拢用华语对拢无问题吼。这个遮咧讲，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属魔鬼。逆天旨意，照天而断，就受刑罚。我靠家己袂逃脱。以我咱逐日咱拢做足侪咱家己足无爱的代志，咱所爱的好，咱袂当去做。我们很讨厌自己常常做一些我很不喜欢的事，我不想说的话却蹦出来了，一出来就伤了人，自己也难过。咱伫这个家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常常在这里做反省，生命的反省。OK， 基督徒要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第一你要做的就是要对付你自己的罪，对付你自己的不完全。等下咱的交代的时，请咱的交代这个叫拢会当做人吼，这拢会当做人。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真紧走过尔吼。咱人世人预备来，世人皆在罪中出生，魔鬼的是你的真身，叫地极断掉修宪法，我靠家己袂逃脱。搁一摆第一站来，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属魔鬼的天旨意，叫地极断掉修宪法，我靠家己袂逃脱。基督教的信仰在传说一件事情：假如你已经落在太平洋，你自己落在一个大海洋，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救自己。人不可能靠着你的修养就拯救你脱离你的罪、你的不完全。人一定要靠外力来拯救你。那个外面来的力，就是上帝赐伊的囝耶稣基督，伊要来解决你罪的问题。OK， 好，来，咱再来看下一首364。咱今仔日咱有守圣餐，守圣餐的意思是，公守圣餐的意思是，在上帝的国度，基督徒相信有一个永生的国度，一个天国、天堂的乐园。那个天国的乐园，有时咱的身躯死咱的身躯衰败了，我们会把这个残弱的肉体留下来，到尾用灵魂登去天顶。所以基督徒，咱伫鬼月、7月普渡这个月，我们基督徒不怕鬼，因为咱有上帝在咱的生命里面，
我们基督徒不会下地狱，我们基督徒的灵魂是上天堂。那在这个家，耶稣讲，我欢迎耶稣欢迎所有的人一起来享受这个天国的宴席，来享受这个天堂永远的福气。啊，圣餐是在地上的国度，学习与神灵交，弱身的人。软弱有罪不完全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来一起享受天国宴席的一个片刻。所以这是罪人跟神圣三角对遇的一个时间。今仔日我今日要邀请所有洗礼的人，无论你伫什么款的教会，包括你伫天主教会，你若洗礼的人，你拢会当三角伫遮。一起来享受这个圣餐 ，OK， 来，咱来吟这首歌。吃这饼，喝这杯，亲近我的水，不再饥渴备。吃这饼，啉这杯，酒君我的酒杯。永不再饥渴，来吃这饼，啉这杯，酒君我的永袂搁吹后过，吃这饼，啉这杯，心可我的永袂吹干。了的时候，一个独唱我想到时咱拢缀这个piano甲乐团来，咱搁最后咱来看最后一首我的性命献予你382。过去咱咧吟这首歌，咱拢敢若伫咧奉献的时伫咧吟诗。咱今日礼拜中间到几个了，我若会有一个奉献的时刻。我因为亲人朋友真侪伫遮，你若无准备，你毋免奉献 ，OK？ 你若有准备，基督徒的一个信仰态度的是，我的生命的一切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上帝啊，我现在所有的都是由于你的供应，由于你对我的爱。上帝予一个人是托付一个人，相信一个人，敢若老爸老母，伊相信伊的囝，就甲伊的资源的一部分交予伊的囝，予伊的囝去托付他的儿女去管理。咱即马我们也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恩典跟托付，那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跟信托。即马问题是，我们身上有的，咱爱回馈感谢。所以我直直咧鼓励这些少年人，到过年过节，你一定爱想到你的爸母过去的辛苦，包一个红包，定定甲伊拍一个电话，逐礼拜拍一个电话，爸，多谢爸母啊，你好无？我想，干那这个电话就是一个真水的请安，真水的回应。你要对牧师讲的这个，做囝一定定想到老爸老母的温情，佮甲老爸老母讲谢谢谢谢，这个动作。爱做也唔免做，爱做，因为父母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真的很辛苦，但是真侪囝大汉了，3个月唔捌转来，半年唔捌转来，嘛无出去了，拢唔捌咧拍电话，这拢就无彩。基督徒面对上帝，逐摆来到遮，就是回馈上帝的爱，回应上帝的爱。这个你若对上帝若有敬虔的心，上帝若甲你连结。伊会拿保护你，来，这个是咱来吟这首歌。我的性命献予你，来，我的性命献予你，做你路引到一时。
咱等下伫咧做圣灵洗礼时，成人洗礼的时候，咱会即个叫一个垫子徛伫遮，所以受洗礼的人，你着跪伫即个所在。是安怎洗礼爱跪咧？为什么洗礼的时候要跪下？表示说，上帝啊，我臣服在你的面前，我完全臣服，不再是我，而是从今以后，我要以你的旨意为我生活的准则。OK， 所以这里是一个真要紧，一个真要紧。咱今仔日足侪问题的产生是：妻子不顺服丈夫，儿女不顺服父母。那个顺服之间迷失了，我们人跟人自我抬得很高。真做一个基督徒，咱伫咧学习的是，从今以后，主啊，我真的在你面前，我跪下，没有我自己。那上帝要你的，从今以后，你的生命充满爱。上帝爱你，上帝也命令你要去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这个臣服下来的新生命，他的人格会慢慢转化。像咱为着今仔日来做一礼拜，咱伫上帝面前来祈祷。主上帝，这个是阮伫你的面前，用敬虔，用欢喜，我们真的装备我们自己，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等待新生命的诞生。我们恳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你有欢喜无？有。敢有？那有敢细声？你有欢喜无？有。啥事你欢喜？因为今日是礼拜日，咱三个来敬拜上帝，因为咱属主耶稣，所以咱们做伙来唱歌敬拜儿上帝。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咱来唱这诗歌，我欢喜，因为我属主耶稣。咱三个来拍谱啊！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哈利路亚，阿勒主，阿勒主，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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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勒主。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哈利路亚，阿勒主，阿勒主，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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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勒主。主阿们，这是我要邀请咱起立，咱互相来请安。我要邀请在后壁咱的兄弟会当行头前来今日要洗礼转兄弟来甲因请安，来接纳，来欢迎因。平安，上帝听你；平安，上帝听你；平安，上帝听你；平安，欢迎。平安，欢迎，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今日咱有侪兄弟伫遮要来洗礼，因的亲友、因的朋友，拢来到咱的中间，请咱会当来因来请安，来甲因握手，欢迎因加入咱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咱三个欢喜来敬拜主、阿勒主，因为咱拢是属主耶稣。我平安，欢迎上帝听你，平安。咱这三个来唱这条诗歌，我欢喜，因为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
阿勒主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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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勒主。阿妹，请坐。是伫主内面，人欢喜，因为咱正做一家人。因为主耶稣，伊死伫十字架顶，总是伊有决活，互咱会当享受伊即个福气。这是我要邀请咱三甲来吟这条诗歌。伫主内面，咱拢正做一家人。对打了后，咱要三甲来享受主的活命，主赐予咱丰盛的产业。来，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的行你，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圣，因为耶稣的甘愿，因为耶稣咱有了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的主灵更加宽大。不是我的当迎起，不是我当上帝，因为耶稣撒旦。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请你跟你隔壁的人跟他讲说，我们是一家人。哎，我们是一家人。然后看看你后面的人，跟他讲说，我们是一家人。后面的人，后面的人，哦，突然间一夕之间，你会发现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家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人生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孤单，没有亲人。没有家人，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因为主耶稣，我们有这么多的家人，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彼此互相的分享，一起同喜乐，一起同哀伤。我们不再是孤单的，因为有主耶稣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能够有彼此的一个分享。上帝就是爱，爱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接近，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共享复活的生命，共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面前，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仁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
生的风浪。上个礼拜六下午，在这个地方4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也很济，不知伊今日敢有来。检查伊身体无爽快，今日可能无来到咱的中间。总是顶礼拜4的时阵，伊举行伊人生检查，就是伫路尾站的时阵，伊的性命的见证、感恩。当伊面对这个死亡，随时可能拢会临到伊的身上的时阵，伊毋是啼哭，伊毋是哀伤，伊毋是埋怨，伊是用感恩坐伫遮，伊无法度徛，因为伊的身体真衰弱，伊坐伫遮来大家休息，来大家感谢。假使一个人伊面对死亡的时阵，伊毋是惊吓，伊毋是啼哭。伊却坐伫遮，装水水，甲大家讲耶稣听你，真简单，就是因为伊行入这个稳定的路，伊知影无论伊人生是好是健康是破病，甚至已经是到上尾，医生来讲你的时间无偌济的时阵，伊犹原心平安，因为伊知影有一个至大的手，上帝的手来牵伊。人生只不过只是一个坎站，有上车就有落车，总是落车了后，上帝要搁带咱去到一个搁较水、搁较美丽迄个所在，所以伊的心真正平安。伫顶礼拜，真侪人穿水水来甲伊休息。我想，咱的人生就是安尼，有主耶稣伫咱的生命中间，毋是一切就平安，一切就一帆风顺。搁较重要的是，伫你的苦难的时阵，上帝要成做你的帮助，引带你头前的路，因为伊是咱的主，伊要带咱行这条望的路。面对死亡，你犹原有望，这就是咱上大的望。咱三家的金鸟诗歌。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你的路。万山也山高，是你的保护。人人中报告，你听我，你捌我，永远不变的灵魂，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跟一步，这是阮。一步甲一步，这是不茫的路，你行你走，怎看我行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让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让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会众起立，会众请起立。夏娃和亚当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的人。咱只是也有原来这念耶稣所教示咱的新的改变。我们这时候一起来齐声念诵耶稣所交代我们的新的使命。当我们在念诵的时候，请你注意，他是用你还是你们？请咱注意，伊是用你也是恁。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请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我们一起祷告。在天上的父神，创造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起初的时候，你创造了伊甸，你为了你的自己，你为你自己的荣耀来创造它，如同至圣所一样。天父，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了我们人类，你创造了伊甸园，你要我们在那里来耕种，来管理这一切的万物。我们谢谢你，为了这一切，天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始祖，以至于到我们现在，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不顺服，我们违背你的旨意。但是在亘古之前，你却在那时候，你为了我们的罪，你为了我们的救恩，你已经设下你的儿子，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如同当初你在旷野的时候赐下玛纳。耶稣是我们的粮，他的身体为我们身体，为我们的罪来剥开，为我们来流血，使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又赐下圣灵，常住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归向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带领我们回到伊甸，你不是带领我们回到伊甸园，你乃是带我们走向新的耶路撒冷。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日要读的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记载伫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7节，第二位圣经记载伫加略太书第2章19节到20节。今天所要读的圣经有两段，第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7节，我用和合本2010年版本来念，请弟兄姐妹仔细来听。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与他合一，经历与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二处圣经加拉太书第2章19到20节。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生命的米粮，生命的粮，从天上而降，为我们拨开，让我们每一天可以来吃，可以不死。我们一起来默想这一首诗歌。
咱接下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咱的酒报顶边有，我们一起来朗诵今天的金句。我们先用台语念，然后第二次用华语。预备来。所以老人踮伫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大拢变成新的。华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正道生嘞，生甲死，死甲生的对句，请王牧师。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今日咱伫这个真特别的时刻，三甲伫遮组织。今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聚集在这里。基督徒逐摆面对洗礼时，爱去讲到几项事。基督徒每次在面对洗礼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几件事情。因为洗礼是表示一个人死的时刻。因为洗礼是代表一个人死的时刻。迄个死是告别伊的过去。那个死是告别他的过去。洗礼是表示一个人有再生的开始。洗礼是代表一个人有再生的开始。迄是一个新的活命的开始。那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肉体性命生甲死无可能刻到阵。肉体的生命生跟死是不能够放在一起的。因为这句你坐伫遮，表示你活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坐在这里，代表你活着。有时咱无法度坐伫遮，咱无法度喘气，表示咱死了就看袂到这个人。有一天我们没有坐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呼吸，我们死了就看不到这一个人。生甲死对一般的人是无法度通三件不相容。生跟死跟一般人来讲是不能够相容的。但是基督徒伫遮讲，我会当面对我今仔日的生。但是基督徒说，我们今天可以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我会当伫活地时，我面对昨昏的死。我可以活着的时候面对昨天的死。这个生甲死，活地伫咧面对我的死，这要安怎讲？这个生跟死活着面对我的死是怎么说的？我想这是今仔日的一个话题。这是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一般的人真惊讲到死的代志。一般的人很害怕提到死的事情。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对死来开始。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是从死开始。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安尼讲。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这么说。咱斗阵来读罗马书6章20到30，咱斗阵用华语来读好不好？预备来。当然不，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是死了。我怎能继续生活在罪里呢？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受洗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也受洗与他同死。所以伫这个遮咧讲，基督徒咧讲洗礼是咧讲到基督徒的大生死。所以这里在讲到说，基督徒受洗礼是代表他要先死。迄个死什么意思？那个死是什么意思？这个才搁咧讲到伫律法的顶面，咱死了。这里又在讲到，在律法上我们已经死了。律法会死。律法会死。我唔知你安怎样看一项？你若欠我1000万，唔是，我欠你1000万。我不晓得，如果说牧师欠你1000万。迄个我欠你，逐摆你就甲我讨，我若看到你，我会安怎？我就紧走。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因为我欠你1000万，所以我就赶快跑。而且你定定咧甲我讨。但是你常常在跟牧师要。这个直直讨，我就直直走。我的人生所怎变做一个逃闪的人生？你一直跟牧师要，他就一直跑，所以他的人生成为一个逃跑的人生。我杀死一个人，这个律法一日敢唔就定我做死罪？我定定都爱闪警察，我都爱逃这样逃那样，我怎变做一个逃闪的人生？杀死一个人的时候，警察就一直追着你，所以你的生命就成为一个逃跑的人生。在律法上，我是一个罪人。在律法上面，你是一个罪人。但是要安怎处理这个罪？但是要如何处理这个罪？2000年前，保罗就讲一项。在2000年前，保罗就说过一件事情。一个人要脱离伊的罪，一项就是你死了。一个人要脱离他的罪，就是你死了。死了了后，警察就袂抓你。死了之后，警察就不会抓你。敢不是？因为抓不到了。警察敢会搁走去人的厝讲，这个人死，这个人欠我1000万，无死了后，这样代志煞了。警察不会在你死之后还跑去你的家里去找你，因为死一切就结束了。但是到咱无偌久以前的法律也搁有一项，
老爸老母的债务，囝都爱去还，这是咱佫无偌久以前，咱的法律也佫安尼。在不久之前，我们的法律上面还有负债子还的一个观念。请问即马新的法律有安尼无？现在新的法律有这样吗？我跟你讲，新的法律，台湾新的法律是讲，老爸老母死了后，伊细汉囝毋免过来担这个债，因为死了，这个债务煞。现在的法律是死掉之后，他的孩子不用再偿债，因为死了已经就代表结束。所以你会当看见罗马人的律法，你可以看到罗马人的律法，伫2000年前比咱即马佫较先进。在2000年前就比我们现在还要先进了。所以保罗用这个律法上的概念，伫咧讲人的性命伫现在。保罗在用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现在人的死。咱一日到晚，咱亏欠老爸老母，咱亏欠身边的人，定定讲话拢去刺杀人、伤人，这个罪要安怎处理？我们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直亏欠很多人，我们伤害很多人，这个罪要如何来处理？咱定定该做的，咱无做，这个罪咱要安怎处理？我们常常该做的没有做，这个罪要如何处理？我唔该做，我定定去做，我心艰苦折磨，但这个要安怎处理？不该做的常常去做，你的心折磨，这个罪该要如何处理？由于基督徒伫咧讲到基督徒的人生，常常是对处理罪来开始。基督徒的人生常常是从处理罪开始。所以保罗伫遮讲，洗礼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边说，洗礼是什么意思？伫基督内面死了。在基督里面死了。伫基督内面死了后，然后遐过去的旧的人生的罪到这煞。在基督里面死了，跟过去的罪债一切都死了，都过去了。但是你毋是这个死，毋是你对12楼的楼顶怎跳落来家己自杀呢？这个死不是你从楼上12楼跳下来自杀死。因为你安尼跳落来自杀的时，毋但你的问题无解决，你厝内的人艰苦，迄拖磨佫较侪人。你自杀之后，你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你的家人更托付很多的罪。只要遮咧讲一个人的死，这里在讲到一个人死，伫基督内面死了，在基督里面死了，甲耶稣同死，跟耶稣同死，甲耶稣同钉十字架。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迄个旧的我，迄个真有脾气的我，傲发脾气，直直无稳定的我，干扰别人的我，甲钉死。那个旧的我，爱发脾气的我，干扰我的我，一起钉死了。所以，做基督徒会见证一件事。很多的基督徒他见证一件事情。我过去偌歹，你敢知？我过去有多坏，我过去做流氓，你敢知？我过去当流氓，你知道吗？我过去甲人骗，你敢知？我过去骗人，你知道吗？对信耶稣了后，从信耶稣之后，我唔惊人知。我不怕人家知道。我直直甲人讲，我过去也未信耶稣以前，跋筊跋到剁死支砖头啊，也搁咧跋。我跟别人讲说，我过去是个赌徒，我把手指剁掉了，我还是要赌。过去我惊人知的代志，我即马敢提出来讲。过去我害怕人家知道的事情，我现在敢勇敢的说出来。因为过去的我有够窝囊。因为过去的我很窝囊，没有用。但是伫基督的内面，他即马无共款啦。但是在基督里面，现在已经不一样。迄个过去的放荡的我，得罪人的我，互人艰苦心的我，即马死了。过去那个放纵的我，那个得罪人的我，现在已经死了。我要甲伊 say goodbye。我要跟他说再见。我要甲过去迄个我 say goodbye。我要跟过去那个我说再见。即句话是活的我咧面对我已经死的我。现在的我在面对那个死的我。过去迄个我死了，即摆有一个新的我要走出来。过去的那个我已经死了，现在一个新的我重新开始。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开始有过去甲现在。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开始有了过去跟现在。一个死甲活，一个死跟活。第二，你讲洗礼伫咧讲到出死入活。洗礼在说出死入生。咱定定咧讲的一句话叫做出生入死，对吧？我们常常在讲的一句话是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啊，出死入活。出生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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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人生是倒变。基督徒的生命是相反的。拄则迄个旧的。say goodbye 再见了。啊，死了要安怎？怎停伫遐吗？死了之后就停在那里吗？死了生命怎拢无改变，死伫遐吗？死了之后生命都没有改变，就死在那里吗？我跟你讲，基督徒，请你袂使应付基督长老教会的会友，你袂当讲我是平信徒，我是倒甲平的会友，你袂使安尼讲。永福教会的信徒们，你们不可以说我是平信徒，平平的躺在那边。一个洗礼了后的基督徒，你要活出来，你毋是倒伫遐平拢无代志做。一个洗礼之后的基督徒不应该是平平的躺在那边。这个信仰是错误。这个信仰是错误的。
每一个基督徒面对伊的死了后，伊也开始出世，入画，开始进入伫新的画面的内面。每一个基督徒，你死了之后，你要开始活出你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因为基督死了，因为基督死了，我甲伊同死了。我跟他同死了。基督钉十字架了，基督钉十字架了，我甲伊同钉了。我跟他同钉了。耶稣无拢钉伫遐，但耶稣没有一直钉在耶上面。稣3天了搁活。耶稣3天后复活了。基督徒你嘛都爱对旧的人生了重新活，基督徒，你要从你旧的人生里面开重新始你要复活，活出一个新的画面来。开始活出一个新的活命。所以你一开始会当用一个新的画面、新的人生观、新的目睭伫咧看你的过去。重新用一个新的人生观、新的活命来看你的过去。过去你足自私，过去你很自私，较想拢想到家己，怎么想都想到自己，逐项拢无够。什么都不够，那敢若一个足爽向、足善的人，逐好像是项拢一个非常较无逐项贫穷的拢无够人，。什么都不够互。你搁较多，你嘛搁嫌老爸老母。给你再多，你也嫌弃财产你的父母。分几千万，你嘛还搁咧讲无平。财产分了几千万，你还是觉得所以父母不公平。拼到死，到尾也真痛心。所以父母到最后非常的痛心。因为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互你读偌济册，伊对人拢不满。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父母给你多少，你永远都感到不你若是满足。过去是迄款的人，对即马你洗礼了，你已经毋是这了。过去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你洗礼之后，你重新一个不再是新的画面，这样的人。伫咧学习耶稣，一个新的生命在学习耶稣，互人给人拍破家己，打破自己，别人比家己较要紧，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屈低家己，屈低自己，无骄傲，不骄傲，学习谦卑，学习谦卑学，习真宽阔的心胸，学习宽阔的心胸去，服务别人，去服务别人，去包容别去人。包容别人。所以基督徒学以后，甲别人无共款的人生甲生活。所以基督徒学会跟不一样的人生十字活。架的这个记号，十字架的记号，伊永远是一个家，它永远是一个加号，伊是一个加起来的记号。是一个家的记号。所以你成做一个基督徒了后，你爱甲你的某、甲你的翁加斗阵。所以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要跟你的丈夫先生恁加在一起，两个翁仔某个性无共，个性不一样。莫搁去户政事务所讲，阮两个要离婚，因为阮两个个性无共不。要去户政事务所，我们要离婚，因为我们个性不一样。昨昏恁两个讲要离婚，昨天说要离婚，即马收倒转来，我洗礼啦，咱现两个搁在收回来带倒转来，，我们又再牵在一起，咱带倒转来。娶回来。因为今仔日是因为你甲我咱无相像，咱两个若加斗阵的是，咱两个拢加分，性命拢加分。今天你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们加在一起的当时候，我咱两个加们生命就斗阵的是，这会加分个。性命何等的水，当我们加在一起的时候，是生命何等迄个的美，是比你原来的你搁较扩大。那是比你原来的自己更加的扩大。所以拜托你若要，毋通搁念你的翁，毋通念你的某嘿。拜托，现在开始不要再念你的先生因为丈夫你若存在太太，加一个某，加一个翁，加3分5分，你就满足啊。所以因为有伊，你会较好一寡，安尼就好啊当。你有了你的伴侣之后，你的人生就会有加分，加3分5分，这样就够了。所以真生正做基督徒了，开始伫咧讲加分，人生成为基督徒之后，开始讲的是加分，开始两个人加斗阵。两个人加在一起，所以为着安尼，就欢喜、感谢、吟诗、快乐。为这样就一起感谢、欢喜、快乐。所以正做基督徒是一个快乐的人生的开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快乐人生的开我是始。变做一个足好业的人，我会当互人。我是成为一个非常有财富的人，可以给别人。为着我会当互人，我来感谢；为了我可以给别人来感谢，为着我会当有气力、有才情服务人，我来感谢。为了我有能力，我有才华可以服务别人来感谢。我要正做互人的坏，当啊怎变做咧共讨的。我要成为那给予的人，而不是跟人家要的。第三，洗礼是咧表明，你当开始无搁是我，无搁是我。洗礼之后要表明的说，现在不再是我，不再是迄个我，无搁是我的我。那个不再是我的我。李登辉总统伊到90岁了后，伫咧讲见证，拢伫咧讲即句话，无搁是我的我。李登辉总统在他90岁之后，他的见证在讲的都是这件事情，不再是我，不再是我的我。不再是我的我，所以迄个我也搁是我，那个我还是我，但是已经是一个旧的我甲新的我。但是是一个旧的我跟新的我。即个新的我甲旧的我已经无搁是我，这个新的我跟旧的我不再是我，但是即个我也搁活着。但是这个我还活着，即个我已经为着基督的我，这
个我已经为基督在活，这个我已经为着上帝眼光在活。这个我已经在为上帝的荣耀我在活。的生命搁剩偌长，我拢不在乎，我干那要为着荣耀上帝我。的生命还剩下多长都不在乎，因耶为我要稣到荣耀上死帝。以前，伊拢伫咧荣耀上帝，耶稣在他死之前都在荣耀上帝。然后伊要为着别人。再来，他要为别人。人生来当为了救别人，为了服务别人，伊感觉伊的生命足有价值，足有人生意思。如果能够为着别人，这样的人生就有意义。所以对今的我，毋是我，从今以后，活着不再是我，毋是迄个过去的我的我，不是那个过去的我在活，迄个过去自私的我、搞发脾气的我已经死了。那个过去自私、爱发脾气的我已经死了。对洗礼了，这个我变做一个足感恩、凡事感谢、相信上帝的人生。洗礼之后的我是一个喜乐、感恩、相信上帝的人因为生，基督伫我内面，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基督伫我内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人生对伊走。我的人生跟随他。第四，第四，洗礼是一个生甲死纠葛对于健康的迄个三度。生跟死是两个纠葛的一个对遇跟面对，但是迄个生死对遇了后，到尾啊，是基督的生命得胜。生死对遇之后是基督的生命得胜。所以基督徒洗礼了，你也搁会面对迄个旧的我、旧的习惯、旧的想法，拢用家己做中心，直直咧想我，迄个会搁走出来。基督徒受洗之后，你那个旧的我仍然会跑出来，你会经常与他纠葛。但是迄个旧的我走出来了，随时到尾啊，反省了后，受验了后，到尾啊，基督的新生命得胜。那个旧的我跑出来之后，神的信仰在里面，你跟他再一次的面对，最后你会得胜。所以，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咱斗阵来读这段真水的一句话，好无？咱斗阵来读。无论谁一一旦旦有了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伫基督内面已经成做新创造的，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新创造的，旧的已经过去，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新的已经来临。然后后壁佫一句话讲，这种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借着基督，互咱会当甲上帝和好，借着基督，使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佫互咱一个真要紧的使命，传这个好的福音给别人。又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传这个福音给别人。这个洗礼，互咱甲上帝和好。这个洗礼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有罪的人、软正的人，上帝怎变做甲咱疼咱？上帝甲咱连结。有罪的人、软弱的人，让我们跟上帝能够连结。所以你伫遮注意一下，耶稣变做一个中保。所以你在这边注意，耶稣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中保。耶稣变做罪的羊羔，替咱死，替咱赎回，替咱受害。耶稣成为那个罪的羔羊，为我们受死。耶稣变做迄条路，甲咱带到伫上帝面前。耶稣成为那条路，带领着我们到上帝的面要洗前。礼的人，就借着耶稣，然后互咱转去到伫上帝面前。今天要受洗的人，就是借着耶稣，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转去到伫前，上帝面前做上帝的囝。回到上帝的面前做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足水的新的身份的开始。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身份的开你是始。上帝的囝，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去受上帝甲你保护，上帝要做你的囝，你已经无受上帝的，上帝要做你的天顶的老爸。你已经受上帝的保护，你已经成为上帝天父的儿子，他要做你的父你亲的。身份怎要升做一个足要紧的，你的身份已经要升，成为一个非常宝贵的。然后你还佫甲这个正做人生的使命去传予别人。接下来你要将这个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洗把礼了后的人，它传给别你正做人。一个传好消息、传福音、报好消息的人。受洗之后，你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好消息的人，这是你的职分。这是你的职分。正做基督徒，无迄个讲，迄个日时上班，暗时休困。基督徒是24点钟的身份，成为基督徒没有那个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是24小时的这是一个基督徒。天职，这是一个天职，将好消息报予人。将好的消息报给别人。
今仔日咱直接要洗礼，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受洗，伫即个有几项是讲，造物主上帝是你天顶的老爸，这里有几项。第一个要讲的是，造物主是你天上的父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接你甲造物主亲密的关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接你跟天父这个亲密的关你系。打了，你有3个真要紧的使命，人生3个方向：从今以后，你的生命有3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听上帝、爱上帝、听人，爱人，搁好好啊听你家己。好好的爱你自己。你的性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你的生命是上帝重价赎罪回来的。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伫十字架顶。耶稣已经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你是耶稣重价赎回耶的。稣已经甲你带到伫上帝面前。耶稣已经将你带到上帝的面前。注意一项，你毋知得到，你有听到牧师伫遮咧讲的一项无？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听到牧师在讲一件事情？耶稣耶稣，毋是宇宙的造物主上帝，耶稣不是宇宙造物主的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大囝，耶稣是上帝的大儿子，耶稣是中保，耶稣是中保，耶稣是羊羔。耶稣是羔羊。那敢若亲像行说的约翰讲，看上帝的羊羔，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看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间人的罪。除去世间的罪。亲像耶稣家己讲的，我就是生命，我是道路，迄条路。就像耶稣自己讲说的，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迄条路你缀我行，耶稣要甲咱带到伫天父上帝那一遐。条道路，耶稣要带领你到天父那里。所以，对我也阁要提醒所有人，你咧祈祷的时，就安尼讲。耶稣讲，你要祈祷的时，就讲，阮伫天里的爸啊。我要再次的提醒，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要如同耶稣所说的：“我在天上的父。”耶稣一心一意面对上帝，耶稣一心一意面对上帝，伊嘛要带你来，对你打开始你的人生面对上帝。他也要带领你从今以后面对上帝。你的人生要归荣耀给上帝。你的生命要归荣耀于神。你的人生也是一个足丰富、足有色彩，你就要活出你家己的价值。你的人生充满着色彩，你要活出自己的价值，甲以前无共款。跟过去不一样。迄个旧的已经死了，那个过去的你已经死了，新的已经来临。新的已经来临。这个是我等下咱洗礼了，咱要邀请所有已经洗礼的人三接受圣餐。待会我们洗礼完之后，我们要邀请所有受洗的人一起来拱手圣餐。过去波当时牧师会讲啊，你若虽然你也无洗礼，但是你若相信耶稣的救恩，过去牧师会讲说，虽然你如果还没有洗礼，但是你相信耶稣的救恩，你确无得到上帝的疼。你渴慕得到上帝的爱，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疼人，亲像家己这款的人生。你若要来安尼来学习，请你斗阵来。你如果愿意学习像耶稣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邀请你一起来。牧师望到的上帝是一个恩典的上帝，伊要互你大生气，互你大生气。耶稣遇到上帝是一个恩典的上帝，他要让你先试试看。所以圣经讲，你得先来试，先来试。所以圣经说，你要先来试试看，试试看。伫耶稣上帝国的譬如嘛，叫人出去外口，不管你是啥人，拢先入来王宫内面享受王的道，再搁讲先入来，再搁讲。在耶稣的上帝国也一样，他到处去邀请别人说，你就先上进来看看。但是你入来了，你已经谈，已经试这个天国的滋味了后，有时你家己要做选择。有一天你进来之后，你尝到这个恩典的滋味之后，你就要做选择。你选择你要继续对主的脚步啊无？你要选择你是否要继续跟随耶稣的脚步。即句有一寡人已经选择了。这时已经有一些人已经做了选择。你知影要做这个选择是无遐尼容易的事。要做这个选择不是容易伊都要的事。破除伊过去的个性。他要撇开他过去的个性。伊都要甲伊过去的一寡传统文化宗教的习性做一寡切割。还要跟他过去的传统文化宗教做一些切割。但是伊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但是他要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这个决志无容易。这个决志不容易。所以今仔日牧师特别要讲，你若已经洗礼，请你三角五分伫遮。所以牧师今天特别要讲说，如果你已经受洗的，你要一起来拱手圣餐。这是一个双方面的互动。这个双方面的一个互动。上帝已经听你。上帝爱你。今仔日上帝嘛听你每一个坐伫遮的人。上帝也爱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你有一日你要回应上帝。有一天你要回应上帝的爱。你要回应你的生命的价值。你要回应你生命的价值。你要活出你家己的色彩，透过面对有一日咱来面对生命的主。你要活出你生命的色彩，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面对创造我们的主。咱三角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今仔日互阮有这个福分，今天让我们这个福分，会当甲侪人三甲来见证，阮中间有一寡人要决志，我们可以看许多的人跟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见证，有人要决志，因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领受洗礼，他们要在众人的面前领受洗礼，因要见证上帝是因的天父，他们要见证上帝是他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因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圣神做因的保惠师。圣灵做他们的保惠师，圣神要欢迎圣神点伫因的生命内面，甲因三甲火热因生命的热度。欢迎圣灵进入到他们的生命，火热他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要感谢上帝。今仔日是礼拜日，今天是礼拜天，阮有侪人来到伫遮做礼拜我们。许多人来到这边做礼拜。愿你圣化今仔日，愿你圣化今天。侪人今仔日第一摆进入教许会。多人第一次进到教会。上帝啊，你用所有的听来听这的人，上帝，你用你所有的爱来爱这些人，听成做一个感动甲呼召。爱成为一个感动跟呼召。阮安尼祈祷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咱来唱洗礼虔诚的圣诗354首。咱人既然带罪出世，就属魔鬼逆天之意，照天演断，就受刑罚。我靠家己袂话逃脱，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个时，我要请这个成人洗礼的人，成人洗礼的人，我想就照咱的周报这个听书，好无？苏丽金、张灵珠、陈丽恩、江美淑、赖美玉、陈汉威、黄妹、李九丁、吴一凯、詹一和、李宣梅。谢贾丽英，柯甘中，咱请即几位做成人洗礼的来，咱就对照安尼，好无？
长老教会的洗礼是用地类。有人说洗礼要全身进水才有功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水类功能不在于水多水少，对不对？水类功能在于我们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洗礼的核心。所以不通扭曲信仰的内涵。人咱咧讲相加的意思是，有人主张全身，咱感谢，但是因全身咧都爱带去海边，若无伫即个只有规桶水，咱毋免都要规身躯，咱无，咱长老教会讲，规底啊就好啊。讲你心内有信无？若有，牧师只是一个仆人，牧师是上帝交代的奴仆，代替上帝执行这个工，通过洗礼确认这个人是基督徒。OK， 好，来我即马来先伫遐，我问恁几个。亲像彼得，那时候向众人呼喊说：“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又当洗礼归入主的名下。”今仔日我嘛要对恁讲，要反悔恁的罪，告别恁的信仰，搁伫耶稣基督的名来洗礼，就这个圣礼典要成为你罪得赦免的记号。又表明圣灵要带领你与主连结。我这个是我要伫众人的面前问恁，请恁对心底来回答。你要受洗，你也当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告白你的信仰。咱的信仰的内涵是安尼讲：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第二，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第三，就活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来服侍，一世人行上帝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好，恁若有这个决意，我这个时要请恁一个一个来到伫头前，真的在主的面前跪下降服，让旧的我真的过去了。从今以后，真的所行所说，照主的样式来。咱这个时请苏丽金。苏丽金，我用水甲你洗礼，互你归伫圣神的名，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好，来，你就回位。来，咱来请林处长。无你去后壁好不好？丽娟，你去后壁好不好？张灵主，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来，李恩。
但入阮，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拢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得到保全，无当嫌。阿门。甘美叔，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赖美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当嫌。阿门。汉威，但汉威，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唔会。我想怎做点伊啊，好无？怎做点伊啊，好无？怎做？无要紧，嘿，你怎做咧就好，你做咧就好。唔会，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交တင်者。李朝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門。黄伟凯，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門。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圣。佮愿咱的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占一号，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門。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聖。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門。
李宣话，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食利用，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课感中，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真正圣。佮愿你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宣告：恁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我挖靠教会的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福教会烧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仰的恩典。三甲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查某囝进入你的圣会，愿你赐福其伫因，用你神圣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将你的恩典赏赐因，互因连接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对试探来保护因，互因为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颈，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佮互因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啊，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的罪过，因为阮对离开你的路，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为完全反悔，带阮倒转伫你，对打了后会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请所有人向后转退一步，向后来退一步，好无？退嘿，然后请咱的小会员代表教会，咱甲因欢迎接纳然后这个叫洗礼的礼面甲证书咱请小会员甲有关的。来，请互伊做咧就好，请互伊做咧就好。对。OK 哦，对是，来，恭喜哦，呀，恭喜哦，恭喜哦，谢谢。欢喜将做一家人哦，呀，恭喜哦，恭喜啊，恭喜哦，
我想咱迄个洗礼证书，咱话这个是得怎本落去好无？洗礼证书。对迄边，对迄边。咱才有证书，证书行到全世界各所在拢会当用。咱有无共款圣经的版本，照因的需要，来，丽君，咱甲拍一个扑克来好无？梁子老师 ，OK， 连 ，OK， 美术，单位，因为黄梅老姊妹已经87了，是无？所以88啦，所以咱就无搁送伊圣经，伊甲耶稣刻伫伊的心内就好。咱送伊一支救恩的十字架，来88岁。阿嬷来招丁姐，招伊的后生伟凯到店来。OK， 你好。OK， 宪威，来，连姊妹嘛80几岁了这咱大家人彰化区的名人甘忠医师OK。好，咱搁一摆用热烈的掌声，甲因拍一个扑啊！先回座，先回座 ，OK， 会当转去啊这个时我要请咱坚信礼的人。坚信礼是啥？坚信礼就是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有带你到这里来做过小儿洗礼。在年幼的时候，爸爸妈妈有带你，无论伫倒一间教会，你已经受洗过了，做婴儿洗礼。咱嘛爱知影讲，全世界有一寡教会，他是没有接受小儿洗礼的。所以边信上帝，但信用的侪所在表现是不尽然相同。有一寡教会不接受小儿洗礼，咱长老教会有接受小儿洗礼。小儿长大之后，伊家己爱个别伊的信用。过去是爸爸妈妈替伊带来洗礼，即马大汉家己要选择上帝做我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圣神做我的保惠师。OK， 这是大汉了，所以这是坚信礼。这句咱要请张梦学、郑觉云、郑世逢、张家军、张家军、张家宏咱来徛伫头前，好无？咱来甲因拍一个扑克来，这个。因你叫拢大汉啦我呢除了这个坚信礼、坚信礼以外，咱今仔日阁有一寡人是对其他的教会的教派，要即马要加入咱的永福的大家庭。虽然教派无共，总是共一个洗礼，共一个主。所以咱今仔日咱嘛用欢喜的心情，要欢迎这过去伫无共款的教派洗礼，咱今仔日伫遮。
因为个别的内容拢同款，所以咱请因斗阵来信用个别的林佑如施淑健翁浩维包少庄姊妹咱来 OK 好，来小可较过来，好无 ？OK， 恁无论是过去细汉的时，年幼的时候在做小儿洗礼，还是过去在其他教会做过洗礼，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人，永福的一家人。所以从今以后，请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真的就是连成一体。在基督里，我们真的亲友度假说他说你们是，我们就是一家人。好坏我们彼此担当彼此分享，好不好？那这句我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问恁，同款的信用，我们根据于同样的信仰，一神、一主、一圣灵，咱三甲来做这个告白。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就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在上帝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坚决这样去做去行没有？好，这个是我要来做宣告。恁已经受洗来告别恁的信用，我挖靠教会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即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福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于基督在上帝国里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上帝，你有建立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保守，互伊要到落尾。阮感谢你对这个囝儿所施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你的教会有接纳因，无论是对细汉的时洗礼归伫你，还是伫其他的教会洗礼归伫你。对大了后，我们真的要成为永福的一家人。彼此相依相靠，彼此帮补，我们一心一意就是要归荣耀于上帝，来服务周边的每一个人，爱他们就像上帝你爱他们一样，然后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好处。恳求主让我们在基督里相加相连，成为一体。我们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们。OK 咱我来请向前一步好吗？向前一步，然后向后，咱来请咱所有的小会员，我们一起来接纳他。让我们一起再来。来，热烈的掌声！上帝祝福。好请咱先回座，请咱先回座过来修理水类小儿洗礼
我想我们真的要有一个使命。基督徒有一个信仰是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跟女儿。所以咱一代一代，咱有责任带咱的细囝来到伫上帝面前，互因归属上帝。你知道外邦人、外面的世界，他们也有一些人在孩子出世的时候，就把他带到庙宇，做他们的神明的干儿子。那咱不是干儿子，咱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内面，已用重价买回我们，让我们的儿女真的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做上帝宝贝的儿女。所以这个是我要请这爸爸、妈妈带恁的细囝，好不好？支配医师甲英医带恁的囡仔何医，因的囡仔的名拢真有意思吼。志光传道甲团团娘带恁的2位孩子心杰、邦耀，然后孟学甲宪威带恁的囡仔曾浩。然后维刚佩芬带恁的囡仔以西 ，OK。因为这是小儿的洗礼，所以是大人的告白，好不好？这是大人爱替你的囡仔来做信仰告白。来，我这个是，我来赶快，我们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我们做一个信仰告白。你们信上帝做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圣灵做你们的保惠师吗？恁着信靠上帝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及信徒的本分来教导你们的孩子，要用祷告跟好的行为来培育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今后成长的过程所行所做，按照教会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法则，你们愿意这样行吗？愿上帝赐福你跟你们的儿女，帮助你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谨守这个圣约。这里是我对家来，好不好？张真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们。邦耀，OK。阮邦耀，我用水甲你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们。新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们。何以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们。利息，我用水甲你行洗礼，
好，你跪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宣告，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只要细囝有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产的会员，有份伫新约的典礼。但这个细囝的父母甲证人拢做见证，嘛有份伫三甲教育因大汉，互因遵守主的道，准备大汉了后，通家己做虔信的归属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恳求你继续保守这一些小朋友，让他们真的能够在父母的爱、基督的救赎、上帝的保守之下，圣灵引导他们一生都走在你的光明当中，平安、喜乐、健康、智慧与他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咱给拍一个扑克来好吗？呀，来，请我们长老们，我们一起来接纳。Hello， 恭喜恭喜恭喜！上个教练，呀，是啊，大笑。来，请长老给因接纳，好不好？这一些小朋友未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恁拢会当对遐社会倒转来，给因投一只小儿洗礼的证书，英文版或者其他版本。这一张很重要哦，OK， 搁一摆。甲因拍一个扑克，愿上帝赐福赐福。咱过来要守主的圣餐，主的道，要食主的道。咱要唱364首。当服侍的长老来捧杯、捧饼来到咱的面前的时阵，咱会当做伙来唱这首。咱的以后头前拢有圣诗，你会当掀开来看，会较清楚。咱每一摆唱道边的谱表，唱2摆，了后独唱会甲咱唱正边第1节的诗歌，过来搁唱道边2摆，正边1节。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近我的永袂过枵。食即个饼，啉即个杯，信靠我的永远袂喙焦。正边的歌词，就是甲咱讲，伊的意义伫倒位。咱请起立，来吟2摆。食这饼，啉这杯，就近我的永袂过枵。食这饼，啉这杯，信靠我的永袂亏待。食这饼。
主耶稣基督受过迄暝，又摕饼祝谢，咱照伊的款式，咱来摕饼来感谢上帝。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样式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成为我们赎回我们罪祭的祭品。你真的用爱来款待我们，恳求你现在差圣灵来圣别摆在我们面前所有的这一些饼甲葡萄汁，互阮通过接受这个来连接伫你，有份伫上帝国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耶稣的疼是自我破碎的爱，爱不是要求别人，爱是先自我付出，爱学习耶稣从我开始，爱不管对方怎么样，从我开始，直到一直做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耶稣基督用他的爱成为感动的力量。台湾的社会，包括你我的家，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这样的样式的爱，不是要求别人，不是苛责别人，而是愿意学习耶稣说：我爱你，我愿意为你付出所有的一切，我破碎我自己，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欢喜学习主的宽心吗？软弱的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一直凭着这样的信心，一步一步，上帝的灵会带领我们。虽然今日我伫这，我讲衰弱的人来领受，真正是衰弱的人领受，但是我要开淡薄仔的门。为民国馆长，伊对青年的时，就拢伫咧做礼拜，但是为着事务，今仔日专工知影咱的受圣餐，伊专工来。恁啊身边关上的时候，来，这个是咱三甲来领受主的圣餐，咱这小完三甲来。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摕到的时，领受了之后，等一下我们一起，等一下我们一起，等一下我们一起。这饼，啉这杯，想到我
吃主的饼，搁啉主的杯，基督的我的血，互恁教我。吃这饼，啉这杯，就我的眼泪都了我。这饼，啉这杯，辛苦我的永袂吹干。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三甲来纪念主的恩惠。伫最后的晚餐，耶稣摕起杯，对伊学生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今仔啉的时，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用耶稣基督家己流的血做一个记号。你若领受伊的血变做你的性命，伊的性命伫你的内面，你的新性命伫基督内面，你要活出耶稣的款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对当开始，已经不再是我的我，你是小基督。咱请侍奉者三个来。耶稣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接到的是咱若听候等的。你那叫我命弥留，就仰望我的。吃这饼，啉这杯，就跟我的眼，我的歌谣歌。
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得到伊过来。即个是耶稣基督甲你拍的新约，这是一个约定，是新生命的约定。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得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同在，咱三甲来祈祷。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佫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阮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来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耀你的名，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用奉献来回应主的恩典。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咱请牧师来报告。那假使你今仔日是第一摆来参加，你是这个洗礼人的家属，我想请咱这个家属朋友为着有人洗礼，你特别来，请你起立一下好唔好？今仔日有进来，所以来不及，甲恁。我们真的打从心里欢迎你，上帝赐福你，借由献花等一下哈，好，谢谢。等下哦，咱这献花还等一下嘿 ，OK，
咱即个时，咱我特别甲咱的即马咱自来水哦，咱厝内的食的水即马拢伊管的。馆长无做，即马做全台湾的迄个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魏明国前馆长，咱甲说一下。我要甲咱讲一个消息民国董事长伊逐日拢伫咧读圣经，阮老师拢逐日咧送一段圣经互伊读，伊读了伊拢讲阿免安尼。伊直直讲，虽然我也无洗礼，但是我的性命是基督徒，我是对耶稣的人。咱搁一摆甲拍一波啊！玉山，你伫倒位？施玉山，你伫倒位 ？OK， 我们欢迎你哈，呀，欢迎你。唔知还有其他新的朋友无？继续让永福教会成为祝福许多人、使人门福的教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咱等的献花祝到了，咱再来包括翕相，好不好？等一下礼拜完了之后，传道组11点半开会，有备有午餐，哈。今天也是总会所定的幸福家庭的主日，所以请回去带着基督的形象，带着上帝对你的疼，白白予你的家庭，无计无求，就是付出，就是做对的事情。因为你的一个动作，改变厝内，真做厝内，唔是单单伸手互人互使，成为家里面可以动手帮助家里面的一个营造幸福的一份子。咱的教会真注重幸福的家庭，拜五蔡牧同牧师的工作邀请你来，特别是中级，迄个幸福小组第3组开始。后礼拜是总会所定教社部的主日讲话讲台，迄个23要去成年礼登山，这边要去背烟嘴捎来，请特别是迄个毕业生，这个18岁还是高中毕业的，这句也佫欠你的人来参加吼。OK， 咱真多谢迄个顶礼拜咱父亲节，咱家己的青年有作曲作词，咱感谢上帝。望咱上帝继续赐福咱的下一代。玉婷，咱的干事，原来准备要结婚。这拢通欢喜的事。我想真侪事，咱拢刻伫心内带倒。特别咱教会出身的瑞龙传道师，伫23、25要伫中原教会奉牧。咱教会一台游览车已经满，搁爱搁开几台的轿车去，所以报咱知，咱替伊祈祷就好，甲伊祝福，哈。OK， 剩下咱家己时间家己看，成为教会带导的勇士，好吗？来，迄个常言敢有伫遮 ，Victor 你敢有伫遮 ？OK， 我就要请迄个拢伫台北走来咱遮做礼拜，拢伫8楼。今仔日带伊拄在迄个登记翁仔某了后的主日，来，咱来仪敬，咱来头前，好无？咱甲因拍一个包啊，请2位年轻人来。咱甲因即摆咱教会吼，举行个别性人较侪吼，结婚是较少吼。所以即摆这少年家勇敢在结婚，这是通欢喜的代志。常言伊拢伫台北洗礼，伊是过去一个生理人，要甲阮老师推销生理，伊甲阮老师卖英语教材，阮老师把福音卖给他。所以伊全拢对台北走来到咱遮来做礼拜。即摆毋若干那伊家己一个来，佮带伊的新婚的太太来。所以咱即个时，咱来甲因唱一个
祝你结婚快乐。台北来，祝你结婚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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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记得哈？不要说我们两个人相爱要结婚，然后不要说我们两个人个性不合，知不？就是因为个性不合，所以两个人相加在一起才能够幸福美满。OK， 内向加外向那是完美无缺，只是人生是一个拼图游戏，找一个跟我们相差异的人拼在一起，那个版图一直扩大。来，咱三个来记得。牧师要看恁的手。是阮的上帝，我满心感谢。Victor 甲伊新婚的太太，已经两人伫上帝面前、甲众人的面前，因要告别讲，因要立约讲，这是一个誓约。从今以后，他们要彼此成为陪伴者。陪伴者不是要干扰别人的生活，陪伴者是站在他的旁边。你哪里有需要，我在那里。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永远不去干扰对方，彼此相陪伴，彼此相扶持，成为永远的牵手。恳求上帝，让因永远成做彼此上好的好朋友。幸福的婚姻是在美好的关系上找到的。愿上帝的神踮伫因的内面。三位一体上帝是不是给听正做因相加，愿意彼此相爱，但是相爱里面彼此宽容，彼此忍耐。我们将上帝恩惠祝福，通过众人的代祷，临到伫因对这时到永远，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过一摆跟拍拍好吗 ？OK 哦。年轻人 ，OK， 好，OK， 咱来吟最后的诗，好无？咱已经听见上帝的话，咱也看见上帝的身躯为耶稣的身躯为咱拍破，咱只是用决志奉献。圣诗382首，我性命献予你，做你路用到一世，时刻每日献予主。用归阳光你万万年，咱吟第2节甲第5节2节，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给恩典，时时刻刻真多救恩的记号伫你的生命中。但愿天父上帝新的创造，改造你的生命，重新存在伫这个世界。愿圣神常常充满，伫你的软正的时，因为圣神的充满，重新过去。愿这个新的画面伫耶稣基督内面发生伫你的身上。愿平安甲你三合同在，对这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
真济别倒。这个时，我要请今仔日所有随礼的大人囡仔，咱拢来伫准备出来。咱先请成人洗礼甲小儿洗礼的人出来，好不好？成人洗礼甲小儿洗礼，咱要献花。规个献花了，咱要甲长老、小会员爱留的来。请有长老招呼成人洗礼跟小儿洗礼的，成人洗礼跟小儿洗礼的，来来，遐医生去处理一下，遐医生去处理一下。来，可以哈。好，来，咱来后壁遐适当的人处理就好。来，咱随礼的人，我们来献花。来，咱甲因拍一个抱仔好唔好？来，1号，拜托。这边这个只摇人、摇花，哈哈哈哈！哦，每一个人拢有人特别的人甲伊献花哦嘿。来献了的时呢，翕相。来献花的人进来咯。来献花的人进来咯。献花了翕相，哈。来，下个太无对遮来，加滚加红太无对遮来，嘿。